傳媒股狂炒，讀者問責冇得搞。尋日朝早有個專欄寫到明，不要問，只要追南華早報隻股喎。個股價尋日坐火箭咁上2成，去到2個1毫5就停牌啦。江湖傳聞南華早報會私有化喎，難怪啲人一窩蜂去炒，令到其他傳媒股都一齊向上，齊有得升啊！收市後南華早報就公布唔關私有化事噶，只係傾收購南華集團旗下某啲雜誌咋。只不過傳媒股仲有冇計？成立91年嘅讀者文集喺2009年因為廣告收入跌同埋本身嘅債務而申請破產保護。說穿了就係因為電子媒體出現，令傳統傳媒收入大減啊！點知到2013年啊，讀者文集又破產了，要減債4億6500萬美金，大約係36億2700萬港幣，同埋以後集中北美業務。其實佢哋全球發行75本雜誌噶，其中讀者文集就有49種版本。不過舊年12月電子版嘅銷量高過印刷版，亦都證明傳統印刷已經沒落啦。唔少媒體要轉電子版本先有出路啊！